Hello，大家好，嚟到曼谷，趁住週末就梗係去集到集週末市場行下啦。呢度分別有室外嘅攤檔，享受風和日麗、陽光普照，飲返杯夏日冰涼特飲，仲有 DJ 打歌狂歡。若然未夠，仲有呢個室內有冷氣嘅商場，商場外佈滿食肆，有啲乜嘢食，有啲乜嘢賣呢？同大家一齊行下 ，Let's go！首先，請大家高抬貴手，按一下點讚同訂閱，訂閱我呢個小小 channel， 等我可以製作多一啲高質嘅影片同大家分享。希望我呢個小小 channel 能夠成長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去扎到扎週末市場可以搭 BTS 綠色線蒙奇站，或者 MRT 藍色線扎到扎公園站，沿住指示牌大約行5至8分鐘。由呢個入口一直行，就會行到市集嘅中間。中間位置兩旁嘅攤檔就有好多賣服飾嘅商店。呢個週末市場主要係開星期5、6日，呢3日場內嘅店鋪會開得比較齊全。如果星期1至4呢度嘅店鋪或者好多都唔開㗎，所以最好避免星期1至4嚟啦。除咗服飾之外，呢度仲有好多酒吧同食肆。呢度嘅酒吧會有 DJ 打歌，或者會有樂隊演唱添㗎，非常熱鬧。我哋沿住呢條路直行，靠右邊就可以去到有冷氣嘅商場。見到呢個牌喺右邊椰子雪糕檔行入去，就係有冷氣嘅商場 Mix。商場外面就係一排嘅熟食檔，我哋大家一齊睇下有啲乜嘢食啦。呢度嘅串燒10匹一串咋，即係大約港紙5蚊左右啦。橙汁飲品都係10匹。呢檔韓式炸雞有5款味，賣12匹一隻。泰式飲品有奶茶、綠茶、檸檬茶。呢檔就賣烤腸、肉丸腸同炸肉腸。隔離串燒就有雞肉、豬肉、牛肉同燒排骨。呢檔賣嘅就係泰式油炸鬼。泰國嘅豬手飯炆得好腍，加埋佢嘅醬汁都好好味㗎。汽水喺個盤度轉下轉下，係咪特別凍啲嘅呢？呢檔就係賣泰式烤魚飯、泰式嘅腸仔魚蛋，仲有泰式撈麵、蜜糖青檸同蜜糖鹹金桔。煎蛋撈麵同埋炒飯，仲有新鮮水果同埋水果沙冰。呢檔就係賣烤雞，仲有泰式嘅包餃子添。雲吞麵就係賣60匹一碗。鮮榨百香果汁，呢檔就係賣炸魚蛋。隔籬就有泰式蛋卷。呢檔燒烤就係15匹一串。呢檔仲有蕉葉烤海鮮添。泰式雞蛋仔就有椰子味、南瓜味、香蔥味同埋粟米味，仲有新鮮嘅椰青，都只係賣50匹咋。呢檔就係賣羅勒肉抹蓋飯，天時暑熱，飲杯西瓜冰就透心涼啦。呢度嘅燒烤檔都有好多喎，係咪泰國人特別中意食燒烤嘅呢？隔籬仲有芒果糯米飯，我哋就食呢度嘅燒肉同埋龍眼冰，真係好好味啊！食飽飽行商場，順便涼下冷氣先。今次我哋就先上2樓，然後再上3樓，最後就落返行地下嗰層啦。2樓呢邊有好多玩具嘅商店。亦都有賣家品嘅店鋪。呢度嘅扭蛋機就50匹扭一次，圍到港紙大概10到11蚊啦。呢間店就有好多懷舊嘅玩具，如果你想揾一啲心頭好，可以試下嚟呢間尋寶㗎。有好多款迪士尼嘅毛公仔。仲有5折添㗎。
呢度嘅玩具價錢亦都唔係特別太貴，睇落仲有啲質素添。玩具車嘅款式亦都特別多，飾櫃裏面嘅就多數係一啲有紀念價值、懷舊甚至係絕版嘅玩具。款式真係多到睇唔晒，我哋就睇住咁多先啦。再繼續行，就係賣服飾嘅商店。呢一層賣嘅都係一啲比較有泰國特色嘅服裝，價錢亦都好平，好抵買。我個人覺得款式都幾靚，着上身又舒服。而大部分都唔過100蚊港紙啊，係咪好抵買呢？除咗玩具、服飾、家品店，呢度仲有一間按摩店，行到攰咗，仲可以嚟呢度鬆一鬆、唞一唞。如果買得太多嘢，仲可以買埋行李篋俾你帶返香港。呢邊仲有手工藝品，隔籬就有賣帽嘅店鋪。袋嘅款式亦都唔少㗎。如果你係相機發燒友，亦都不妨嚟呢度尋寶啦。呢度都好適合一家大細親子同樂。行咗2樓，我哋就上3樓繼續行。3樓就係一個 Farah Gallery， 成個牆就佈滿人造花。雖然唔係真花，呢啲人造花都好靚㗎，鋪天蓋地就好似一個花海咁，好似睇電影《阿凡達》咁，進入咗另一個世界。我個人覺得呢度真係好靚，同大家一齊欣賞一下啦。睇得出設計師好精心咁佈置。呢度咁靚嘅花瀑布，其實都係一個 showroom， 每一朵花都係銷售為主。設計師做到令你有購買嘅意欲。入到嚟真係估唔到咁有驚喜喎。雖然大部分嘅花材料都係以絲帶為主，但係都可以以假亂真。睇到呢度係咪真係好靚呢？希望大家都鍾意啦。3樓嘅另外一邊就係售賣一啲同花園盆栽配套有關嘅物件。呢度有好多實心嘅木台，由原木樹幹造成，張張都20幾、30尺長，大部分香港嘅家庭都容納唔到㗎啦。呢度仲有間賣佛像嘅鋪頭，同大家一齊入去參觀一下。佛像真係手工精細，而且金碧輝煌，都好靚㗎。呢度仲有一啲賣首飾嘅攤位，價錢就係幾十匹至100匹，都好抵喎。
行完3樓，我哋就返落去地下嗰層繼續行。地下呢層係賣平價服飾為主，有特色嘅布袋，仲有適合夏天穿着嘅涼鞋。泰國手工製嘅皮革用品都唔錯㗎。總結嚟講，窄到窄，市場有好多嘢食，仲有咁多嘢買，每次嚟到都有唔同嘅貨品，所以嚟到曼谷，逢星期5、6日就唔好錯過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鍾意，拜拜。如果鍾意我影片，記得點讚、留言、訂閱同分享出去啊！多謝大家，拜拜。